有人讲，你们100个旅行的人，要么要先出来到印度，你可能会得到100人以上的讲法。第二个新旧交融的地理，贫穷、然后荒野、混乱、然后政策，充满各种矛盾。不过，亚特别虽然陪同到旅行的人带来不安，也陪同到的人同隔离。今日 enjoy 聽聽鄉親 Kenny 用一句 Namaste 繼續來認識印度，來咯！你是大汉嗎？哎你好， ，Kenny，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哇，哎，地理亞貨茶條很大哦。很大哦。對啊，還有看一下行來行去裡面多呢。对啊，每天你看到这边大概有50幾萬的人次吧。不過你嘅細妹，你來到亞種地方，你敢在這邊坐火車嗎？我敢啊，我敢。其實我是背包客哎，我是先來這邊旅遊一陣子以後1-2個月，然後我決定要來這邊開始我的夢想。亞大貝，你講背包客，你那時候是背包客來到這邊。是這個地方是所有背包客愛來的地方嗎？這個地方是背包客的聖堂，就是說我等一下會帶你去看，對面有一個Pahanggang，對，它有很多背包客聚集的地方，然後不只是住宿比較便宜，你看它離火車站也很近，雖然它很髒很亂，可是我覺得這些景象是台灣看不到的，因為這就是很原始的東西。我唔知，其實我哋講印度亞特別有眾多嘅宗教信仰，但係那種宗教信仰唔會去規範他們。就是約束他們，宗教信仰是有的，但是你說要去約束他們，其實是沒有的，因為今天在這邊的生存條件其實是很困難的。剛才你講很多，來到亞特別有不用偏高嘛？數不清哎，很多事，數不清太多事了，對啊，太多事。Kenny 台北漢人32歲，去印度旅行一轉，打開了記錄印度嘅緣分。因為中意印度嘅古老 ，Kenny 決定為獲得台灣嘅一切，到印度做導遊，變做第一個喺印度創業嘅台灣西灣人。喺啲第8年嘅佢，一下開了一間中文補習班，一擺就聽聽 Kenny 看見2萬條背包客，變做創業家。走了，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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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紅綠燈啊！對，等一下，小心，小心，小心。公民，小心，小心。在這邊過馬路，你要左右都要看。小心哦！因為這邊的車除了轎車之外，它還有3輪車，還有摩托車一堆，來自四面八方。要完全有一個新嘅體驗。啊，不過之前來到亞太世界，其實亞大貝咩窮用就賣很多東西，對。對啊，就賣很多。啊，那就有背包客。因為其實這邊它的觀光客不是只有國際觀光客，它還有印度人觀光客哦，絕大部分都是旅客，比較少是這邊生活的。這邊生活的人比較不會住在這一區。你講，你剛剛是來到亞邊，黑幾個月時間？我大概3個禮拜吧，因為那時候要找房子啊。當時一個房間是400塊，那因為那個已經很久之前，所以現在一個房間大概在700-800單人房吧，已經起一倍了。古早亞那邊其實看到就棟多 hotel，全部都。這個是新的，這個都是新的。之前沒有這些招牌，之前有的就是像那種一個拖着行李的人。對，或者是那種 hotel 阿嬤那樣子的一個招牌。因為假視頻有講火車頭，本來係大眾向印度人其中一個Pahanggang，變做了世界旅行嘅人來到印度停腳高灣之星嘅所在。觀光嘅好光景，上到了各種城里人來也快點，三尾半日都被看起來動亂動潮。不過旅行嘅人中意Pahanggang嘅原因，可能就係也特別保留了印度嗰種亂紛紛嘅特別風味。你講之前來也係3個禮拜，決定亞地度。對啊，在這邊。這是一個小小巷子而已。還有公廁。這個屙尿就按你起地亞那邊屙啊？對啊。有點出味嘞，有點味道。哎，也還記得平常的路邊的公車就長這樣。是。該也還南美應該西門營哦。他這邊都是男生的。西門營弄完我沒有。自己找地方解決。所以在這邊女孩子的背包客，其實像我之前啊，我如果要上廁所的話，我都會跟像附近的 guest house 跟他們借一下廁所，他們通常都願意借。對。可是你看啊，哇，講中文呢？對啊，說中文。你好。
不止台湾的客人，其实还有很多中国籍的客人，他们越来越多会来印度旅游。对，那你该点呢？我住那边。该点吗？这边都是 guest house。哎呀，转来都要有没有感觉？没什么感觉。当初你住了3个礼拜都在这里，我们进去看一下。Hello, morning. Hi, can we have the look the room? 空地合合，像米强式放地度嘅旅馆，品质又好又快。不过因为假视频，故作上到世界各地旅行嘅人来也协议，有条嘅还无合法嘅执照，讲到安全，唔就要自家负责咯。不过听人讲，第一选留生活品质来讲，也就是旅行神奇嘅所在。希望你想来体验印度人嘅生活，爬行港绝对唔会本人失望。这些师傅都是有经验的，所以他们在家如果可能要花个20、30分钟，在这边可能只要5分钟就好了。不过记得剑条那么嘅功夫如何？我不知道，你要不要试看看？我跟你讲，我派我们做客代表文燕，我们的企划，他很想在那边试试看，好，好不好？好，真的你敢剪？剪这样，确定？确定。还要剪印度有发型，就剪我们 Stacy 的发型。哦，好啦，上喽。我跟他讲。哎，他们剪一次多少钱？Bayar, kita besar bayar. 多少？200 Q Ruby， 差不多咁100 Q 台币。 Exo 呢？其实其实第二那边啊剪条那么懂简单，你不可以看他要剪的发型呢 ？This one， 有点紧张了哦。哇，剪好多哦！旅行印度帮人嘅客人讲，佢到一下还唔敢喺印度剪条那么，因为印度嘅西方人懂少剪条那么，印度嘅剃条店地度差唔多全部都係南美人，故所动店即刻變做剃条店嘅商業品。印度嘅剃条店地度大部分都兼做足量沙龍，人嘅企劃都還忙講要滿意麼？剃条師傅就開始來講價錢咧。你說啊，不要，他就會先。所以我剛剛就覺得他會多收啊。你們先離開。其實家下佢剪條那麼講好價錢的時間是200 Q， 佢讓你做嘅時間其實你講。我們剛剛都以為其實是不用錢的，其實他是要收費，但是他並沒有跟我們講清楚，所以供後就200 Q，壓要15 Q。看佢有辦法冇，再提案叫給你，然後你供款。But why he do this way？ 他就說啊，他有幫你做了那個臉部按摩嘛。那可是我有跟他說，哎，可是你沒有先問你要不要啊？你那個乳液就是先塗上來的，所以他就說，可是我做啦，使用者付費啊。对啊，所以这个方式就是很典型的印度人的对待所有的外国观光客的方式，他不会先问你。其实我觉得刚看你在跟他们在对谈的时候，感觉你的个性其实在这边你一定要跟他很坚决的，对，然后你的气势要出来。给到这样会讲你啊。对对对，那还有就是，其实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哦，在这边他如果一天要有大概700块到1000块的卢币的收入，其实算不错的。对，其实我们以另外一块来想，今天他有可能他是唯一一个经济的收入来源，可是他需要养很多人。本人烤肉係當到到印度旅行嘅人共用嘅話題。聽人講，喺印度無好垃圾，咩無50錢嘅服務，只要你來後堅持到底，也就係嘗試本人片嘅親和方式。聽唔聽有團無歡喜，看人愛帶人吃吃印度清透體嘅點心。就是那間嗎？對，這家是100年老店，這家。你看佢，你看那個牌子。太盤哎，亞哥就在住垃圾的地方，對不對？像這些就是每天早上啊，他們會自己煮，他會自己煮。其實有時批了，你就沖緊牛奶嘅米湯啊。對，它是用牛奶，因為它煮久以後，它經過發酵。對，他有教他們自己祖傳的秘方。你敢吃嗎？我敢啊，我敢。你敢吃？對，我敢。不是你來到那邊吃東西，全部都沒問題。目前為止沒問題。那你就點兩杯，來吃款呢。好。還有個馬蓋加嗎？多樂西。啊，多樂西。這邊有另外一個甜點，叫咕嚕加瑪，它是用麵粉浸在糖漿裡面，然後吃熱熱的。對，我剛聽說懂甜哦，很甜，甜到頭皮發麻。可是這個就是大家要來嘗的啊，這個台灣不會有。
来到印度，唔先行嘛该就系学里度啦。不过，每因为安尼有一种讲法，来到印度听出来先是一杯辣水，先让土司地度嘅群众换做印度品种，漳州的适应漳州嘅学里度哦。我听讲当初繁养嘅咕噜加嘛，每味都杀菌，才会甜到足心。辣西，拉西，好喝的拉西。都买没有？他们叫做咕噜加姆或是咕噜加玛，这真的没问题吗？没问题啦，可以试试看，反正拉西嘛，喝喝看啦。那就来吃关键了。好喝吗？其实吃起来感觉挺好呢。嗯，真的就像台湾卖的优酪乳。他们印度人是说它可以，因为它里面有酵素，它可以让你自己的那个免疫系统比较好一点点。不过你像真正来到遐特别，像因开始其实迄来一片料，到暝的时间变做来一片周神里。嗯，那你刚开始的时间来玩的时候，跟真的来住在这边做生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心情应该有很大的不一样。很大很大的不同。我在前3年其实受过很多的苦，比方说像印度人的不诚信，比方说我去找到一个套房好了，我都已经签约了，然后我也给房东定金了，可是在我搬进去的前几天，那个房东因为别人他出的价钱比我高，他就跟我讲说我不租给你了。这样你怎么办？然后他的钱也不还给你了，他说我没有收到你的钱。他是一个民族性很强的国家，他会觉得都是你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啊，但你知道你这个经过研究的时间，这个漳州的讲，才真的下定决心说，我还是要留下，因为我觉得之前应该会有矛盾心，想要回去吧。但那时候在台湾，我就问我自己说，台湾我可以做什么？我好像应该要再回来这个地方。虽然没有错，前几年是很辛苦，可是我想，我应该可以再来印度，我应该会更了解。对，那在那个时间我就问过很多我的朋友，每一个朋友就说，对啊，你应该再去试一试，再给你自己一次的机会，所以我就来了。那我很开心，我再次进来到印度的时候，整个的心态上面完全不同了。变得是我更知道我怎么样跟印度人打交道，还有就是别人跟我说10块，我就说好，那你给我10块，或是你写一个收据给我，类似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我被欺负的时候，就像刚才你看到的，我就会据理力争，我说你刚才是这样子讲的。对啊，就很多东西就是在过来以后，觉得更有自信，更知道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有没有去吃？就是吃完咖喱有那个当场煮，对，煮创业多少会有困难，肯定讲到印度就要用动听嘅方式来思考，调整心态，漳州地的印度生活。份工作嘅肯尼，除了做徒游探索印度之外，要开了中文补习班，打开了佢生涯嘅新嘅挑战。所以你们补习班就在这附近吗？中文补习班在前面。哦，这条路上也是什么都有卖。这家是鸟店，还有卖兔子啊。然后这个是奶茶。你的名字是什么？不喜欢兔子。哦。周帕牛，连你都要学。周帕牛，耶！这个是奶茶，我们通常每天我们都会早上习惯喝他们的奶茶。你说对印度人来说的话，他们一定有一个吃茶的习惯。有一天会5杯茶，像5杯。怎么分？比如说我起床之后1杯，对不对？然后进办公室前1杯，然后中午吃完午饭以后1杯，然后4、5点又1杯，在晚餐之前再1杯。一个茶有很多马个名哦。我们都叫做玛莎拉 tea。玛莎拉 tea。玛莎拉。就玛莎拉的茶就对。你就要一杯茶给要卖几多钱？1杯茶大概是7块钱，7块钱卢比， 3块5左右。哇，
清香哎。印度奶茶它其实它一定要加糖，虽然刚开始喝我们会觉得很甜，可是它就是要有那种糖跟香料混在一起那个味道才其香。实吃起来有点像我们开像牛奶糖的那种东西，对，牛奶糖那种感觉。对。Thank you。黑鸦片吗？到了，对，对，从这边进去。欢迎来到汉语中文呐，小心哦，小心。请进。哇 ，Namaste。台湾人吗？对，这都是台湾人。都台湾人哦。哇，看到我们有没有很开心啊？他也是客家人。客家人，那边客家人。8年哦。会不会想回家？目前没有。呀，还蛮快事就嘿。我才来第5天，我就觉得想回家。想要回家。然后另外一位是我同事 Nancy。Hello。你好，我是 Nancy。其实啊，你看起来呀，办公室隔壁就是教室了。对，隔壁就是教室。其实看起来没太呢。很小啊，但是应有尽有。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中文家教翻译慢慢累积经验的 Kenny， 一直知道印度翻译教育市场东有潜力。2年前，读到了做教育的 Nancy， 2、3年嘅天地吸收翻译师资嘅印度，都有開中文補習班。為到做出市場嘅企價，用招生領人做體式，雖然未動太見，一下上面慢慢嘅穩定下來咧。可以跟他們聊聊天嗎？啊，你好，你好。他們3個裡面中文程度哪一個最好？凱蒂，你好，凱蒂，那，凱蒂，你幾歲？8歲，對不對？你好，我叫大漢，你好。我有聽到，他說 No idea what he say， 好可愛。唔講幾多，你有冇想講啊？老師人送來那邊學中文。其實現在越來越多，不管是外國父母或是印度籍的父母，他們希望把小孩送去中國或是送去新加坡。那這些培養都是為了在可能10年以後，因為目前他們都是有跟中國或台灣做生意的。那他現在其實在做接棒的動作。因為他們的接棒動作是從很小開始做培養。我也是印度人。很好。我喜歡黑色的衣服。其實，在學習過大概20個小時，他們當然都可以達到有一定的程度，就是簡單基本的繪畫能力。所以說，為什麼你們會想要學中文？ I wanted to learn Chinese because it basically increases my job scope. Like I can go in Asian countries and like maybe get settled over there. I'd like to travel in China. I've been to China before. I've been to Singapore. I've been to Beijing, Shanxi province. But I'd like to travel more, and it's much easier if you can speak Chinese. Have you been to Taiwan? No, I haven't been Not to yet? Taiwan. No, not yet. 其實就是年紀比較偏長的這些學習的學生們來講，他們其實動機跟其他的商務人士不太一樣，所以就是興趣之外呢，還有就是他們也會想說，今天在我這個年紀，比方說60、70歲以後，如果我可以再說第2種語言，應該是一個還不錯，就是自我挑戰的一個方式。中國發展起來過後，帶來了學中文嘅潮流。當微妙嘅中英關係，本印度顛倒歡迎台灣嘅翻譯師資。佢哋講，佢希望啲教中文嘅過程地度，未做地留印度人交流，本佢哋了解對台灣寬出去嘅中華思維和文化。一下，我哋嚟教幾句合法互通一下。茶油，3、2、1，中華茶油，耶！其實行落嚟一啲都我發現到一邊的場景又完全又冇共用了。對啊，藏人的世界，真的就是西藏，他們當時，你說從西藏逃亡出來，對，這有都要得俾啦。對，不過西藏嗰邊來到也沒經驗呢。在德里的藏區，大部分就是從德蘭薩拉他下來，
来这边讨生活的藏人。这些藏人他们会先到一个地方叫做流亡政府，那他会给他一个类似就是临时的证明，说哦，你就是我们的居民，然后你在这边生活完全是可以我们来资助你，可能是1个月的时间，接下来你可能就是你要自己去讨生活。不过其实安尼，其实你要被审发，没英文没亲辛苦，该其实按用我们来审发了。如果他的英文能力不错的，那他可能他会去德里市去找工作，好，就跟印度人去做竞争。如果他的英文能力不好，他只会说藏语的话，他可能就像这边他在卖一些某的东西。看到我给路条就有在卖东西嘞。对啊，那个就是另外一个讨生活的方式。1959年，达赖喇嘛离开吐蕃，流亡的吐蕃人开始在印度生活。穆朱卡迪拉就係吐蕃人去德蘭薩拉留德里嘅交通中心。離開家鄉嘅吐蕃人簽字啲啊，佢哋喺德里北片嘅土地上自家做自家食，保留咗原鄉嘅生活習俗。吐蕃村嘅點心、老火爐，沒想喺東島國外背包下來啊旅行。聽聽觀光好講緊，咪越來越多嘅吐蕃人用經營觀光落實。第二大位咪係肯人嘅新州嘅好素材。要片按多你都在做吗？对啊，这个他们其实就在吃那个藏人自己的，这是凉拌的狼鼻呀，你要不要试试看？好，这个来吃一下。其实它有点像我们台湾那个板条，也是咸的还是甜的呀？咸的，它有那个辣酱。哇，辣的哦！藏人的特制的辣酱。哎呀，看起来生理都好哦。好嘞，来吃看呢。看起来吃落去就唔会冷诶，看起来仲辣呢。这个就是凉拌半条，加辣的甜甜。不过呢，酸酸的底下按捏个甜食哈，真的是来懂开胃呢。因为我看到生意很好，然后很多人都。其实夏天呢，不止这一摊，还有其他2、3摊都会有卖。哇，现在这边看起来就闹捏了哦。对啊，这边其实算是藏区比较热闹的一个小街啦。因为懂得该达赖喇嘛的照片，然后像有些店家，他们就是开店的时候还是会放一个就是达赖喇嘛的那个照片。其实这种感觉好像就是到这个地方，都南外长没几个国家的地方，就会带一点这种家乡的东西，一种信仰的一种，就靠近一点的感觉。其实我们有时候来这边呢，除了就是你可以看到，还有就是吃到我们自己熟悉的味道。通常啦，稍微可以让自己稍微情绪平缓一点，解乡愁。对呀，get心在哦哈。肯尼讲，对宗教宽容嘅印度，输留咧流氓嘅吐蕃人，吐蕃人咪输留咧无伴印度社會接觸嘅簽名其實，啲唔識去漂洋嘅吐蕃村，曾經有更多嘅故事。不過出題唔只卡鐵啦，後慢乃開發景點嘅肯尼，而啲因乃都係估計上鬧熱漸漸嘅南德里，留人分享一隻鬧熱地度點清嘅好味素。像这个地方，它很安静，而且这边没有喇叭声，对不对？对，听不到喇叭声音。听不到喇叭声。第二那边真应该喇叭的声音就会，这是一个很大的精神上的消耗。对啊，没错。不过正讲到歇困吼，迄讲你现在歇困一段时间的时间，你会现在讲继续留到德里亚那边，也讲去到其他的国家也转一团吧。我还是会选择就是如果时间不允许的话，我都还是会留在德里做稍微休息的时候。对，那像因为这个地方离我的办公室比较近啊，事情比较多，有时候我会需要一点放空的时间。那这个地方就刚好比较适合啦，比较适合我休息的地方。不过你最近伫遐那边时间按久咧，你敢有伫遐那边搞过印度的男朋友啊？有试过，但是。做客大疆出外景，又一次这个精彩的事件发生。在巴拉圭被丢包，我们今天就发生了爆胎事件，好像有停下来开车。现在几点？现在2点了。已经2点了，凌晨2点了。有试过，
但是，我的工作确实真的很忙，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约会。还有就是文化，我觉得今天不论你是哪一国人，只要你是非跟本国人交往的，他都有文化的冲突。那文化的冲突就要看两个人如何去所谓的去适应对方。那我真的很忙，然后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做。后来我的朋友后来从男朋友就会变成了朋友了。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懂两难的啦。因为伊在做这个事业，不过大3年都需要人来陪伴。你会不会将来怕说自己会后悔讲啊，哎呀，变事业变到研究付出这么多心力，会不会怕将来自己会有点后悔？我觉得今天我应该回到我为什么要来这边，因为你来这边，你就会去抛弃很多东西，包含像婚姻，包含你放弃所有的台湾的朋友圈，还有家人。可是就会想到说，对啊，我曾经跟我自己说过，我要让我的人生有一点不一样。那这一些不论因为结果其实我们不能预期，不能预料到。可是今天我做了很多的努力跟尝试，我现在看到一些成果，我觉得我不会后悔这个决定。虽然我吃过很多苦头，可是我觉得现在想想，这应该都是人生啊，人生都有不一样的变化才好玩嘛，对不对？不过既然我觉得真的是出来了，就是打开自己的心胸，就勇敢的向前走。对，那就做凤爷。第一那边，第一个总文嘅补习班，是变做学校，变做学院，越做越大。谢谢。下来，还要一起跟孟买呢。有去孟买？孟买为什么听到孟买还要冷笑2声？刚才地方老地里亚那边有冇跟检查？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大的不同。刚才就带着你去做福，继续往孟买探险。加油！拜。Hello， 大家好。哎呀，你孟买的印度都冇个状况嘛？哎呀，菜爆胎了。哎呀，这个已经去旅馆了耶，叫差。不用讲，明天就会到嘞。我希望明天在那边去避险的，因为在那边专业路什么天风的呢？不错呀，去到那边做一个安全警示。睇下你当上网的。最重要也有我们的安全概念。而且修理差就停下來嘅。哇，梗係咩？呢台飯要擺個三角錐在那邊。看這個都是三角錐。哇，你寫我咩？啊，多咖喱嘅，可以加呢個。你可以得 Q 不是你的。現在咖喱也咖喱。12出沒。现在几点了？现在2点了。已经2点了，凌晨2点了，是不是？没有关系，做个台香就是这么精彩啊！明天10点了。今天10点出班，是不是？那我们大家一起喊一下：1、2、3，走哈塔哟！耶！在印度，端正马街事情都有可能。阮都成功28个问奖，在暗摸摸的顺风车的使到东家的泰鲁风僵尸的原理呢。正经的本年的外景团队，可以摆看到印度的 incredible。唔知也摆来到孟买的仲夏，又不有马街讲意想唔到的体验咯。来到印度啊，正经马街事情就有可能发生。今日早晨呢，老街司机约好早上8点，结果佢到9点人上到诶。你看，其实你印度要这边这个客啊，係无效的。不说了那边，你要换一种想法来想佢条嘅生活方式，慢慢的适应佢条。今日我请梁太哥，也咪差不多到佢嘅工厂嘞。梁太哥，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你是要老台湾嗰种工厂区啊，那种工业区，差同多咧。你这边好，按照仓储区，唔免标准的工业厂房，哦，安尼临时安尼工厂可以做下体验。安尼就卖身体，去诺贝去去个工厂。不过我家啲我要当不安尼看下来，贵太偏了呢。嘿，你这边好，7成5000件以上。5000件？上万件都有。家可是来呀的时间有按到吗？冇按到。但你上最新的了解的，会不会哈？也3年来，哈，伊安尼也嘛去见证印度的经济发展。成长，嗰種咩味嘅台灣人，一條街，一條街體驗，買味嘅台灣人，也附近中國人係啲嘢都係。
两间龙泰国屏东高速客人喺啲孟买郊区探呢，因为此事就当上外国嘅神法。太后毕业过后，使到中国孟加拉有的地方做事，对自家有客人敬爱心地，吃到东沙皮嘅龙泰国。5年前，本公司派到印度考察安全帽市场，全印度行透透，一摆就停停泰國，好好嘅體驗一下孟買探你嘅神法。有啲路順嗬，路後面看到啊，有啲騎奧多拜嘅人，有啲人要戴安全帽，有啲人都冇戴安全帽。個安全帽啲啊，特別咁好賣。唔會查專門好賣，因為現業這邊品質唔係講幾好啊，人哋品質對人過於欣賞人哋品質。所以講，人哋接受嘅程度專門高。佢政府係有規定嗎？規定講聽眾愛戴安全帽。唔係冇戴安全帽，每邊罰200塊。唔講我看哇，喺東東唔冇戴啊。阿人喺冇鬧到都算啦，喺鬧到啊，我都食100元咧，印度幣本警察嚟，我都冇事情。其實唔係有嗰種吸客族嘛，佢都係頭南嘅包嘅動態質，跟住問戴。佢唔是戴，你只要規定。不應該從頭那帽唔是戴，吸客族有戴嗰種嘅，你吸客族帽嘢，佢唔是戴，也有啲特別風俗規定啊。嗰種人也看到一個鬼嘅創意，其實老外想用嗰種太工廠冇乜想用，而且也沒有動到嗰種機械化嘅沙皮，大部分係用人工對外做嘅。大部分人哋是做來料加工，人哋啲帽嘢，攏係對台灣進口安尼帽殼。只有從台灣進來這個外面的殼。所有的原物料攏喺台灣來的，鐵只做組裝，噴漆邊組裝上去，邊料面做一啲 QC 包裝銷售。人口數超過12億嘅印度，一整夜就做得賣出120萬輛嘅奧多拜，對安全帽嘅需求當然唔會少。日本人講係印度奇妙嘅邏輯嘅，其他人愛戴，本人在嘅唔知道安全帽嘅法規。未對2014年開始，模特嘅一項查片，也未增加了印度安全帽嘅需求。公司地圖，你唔會有什麼人啊？人嘢印度總高地對非高圖嘅什麼人唔會出嚟做事，所以而家看到嘅一兩個什麼人攏係印度教嘅。有咩出嚟做事家庭家境唔係幾好嘅人，創業嘅已經結婚嘅，結婚啊有冇生意嘅都半日真係出嚟做事。印度員工其實攏鬼怪，人都單單順順啊，所以講全亞洲最快樂嘅員工都係印度，因為人哋要求冇幾高啊，又有飯好食，又有事好做，薪水你就幾千元嘛唔怕。而家我哋辦公室咧，你洗蔬菜。嗰度啊，坐喺地度全部係幹部嘅嘛。係。唔過你將辦公室地圖啊，今年冇看到其他嘅台灣人，今年冇搶嘅冇台灣人，因為今日規模韓國細，一年人都來。你啥台灣人啲啊？佢東部市呢？冇辦法，其實還好。講中文啊嘛，該。最前唔曉得講人嘅話，機會因為嗰邊工人幾多都唔曉得講英文咧，所以講都強迫自家去學人嘅話。其中有一個是去過台灣上邊咧，安尼母公司嘅師傅咧。So 你好 ，They're from Taiwan, so you know Taiwan so much. Taiwan is a very good country. Yeah. So can you speak? Here people also work hard. Can you speak Chinese? Yes. Oh, show me. 你好帥。你講你好帥。Oh, thank you. And how about that? How about that lady? 你好漂亮。Yes。泰國講倉促期兼伊斯蘭教期，故所具有嚴權10萬嘅伊斯蘭教員工，沒有出席熱情嘅印度教同事。不過無論信仰係點樣，佢哋都唔單止係同事，還卡係朋友。權欠地著嘅泰國，本朋友少講係兩費，意思講佢就將年費記錄好不改嘅記錄。泰國講種下物資無多。唔過地著就會快樂，人家一下嘅科技發達，就算老屋客人隔離填補暗言，還係做定人聯絡。呢隻歡迎歡迎個小錢咩？上有個小錢咧，天使台而家聽係房間啊。我這裡房間啊。係。大家就躺喺度講法哦。唔多是天使嘛，多是天使變出來都躺喺度有生哦。係啊。
过试没无？嘿。哦，安尼好啦。好啦，哦，身体要注意呢哈。好，再见啦。哎，妈妈很可爱哦。我们15岁离开家乡哈，现在回台湾啦哈，最快乐的事情，最回去读书，当阿爸阿妈嘿，就是感受一下。其实俺嘛是做过多事情，俺嘛是煮饭啦哈，俺们推回去个呢家乡味，他感应天龙个方便啦，随时一点都有乜个事情拢是得啦，还有个 line。就算做的随时联络，我还可以查个一步吼，我你身边个。係啦。從小出種大病嘅泰國，當本土高化後嘅人生，雖然當地父母親不願有嘅脫離，但夢想留有好地度，其實做得親力來做。泰國講，印度就像一本讀唔清嘅書，一打開來就停唔下來咧。係講想去體驗印度嘅鄉野風采，就喺沉溺中下才會了解。泰哥，不過吼，你這個唔係得做安全帽的嗎？咁人家去到路上唔是戴安全帽嗎？你講嘅唔是，唔講係去安慢，我去都市地對一天都戴安全帽。不過真嘅呀，行開啊，撞下來吼。一特別要比家嘅總條地都要行下查吼，也就看過要很遠的安尼。其實人家你去到也特別沒有本一種。解鄉愁的感覺，嘛有你的意思。因為其實你啲工廠地都當然就面對嗰種就是機器啊、人工啊。禮拜下晝團隊暗嘅係，都出來呢行嘅，佢都做暗傳，識咧，安尼都過一個禮拜啊。來到印度都一下，你對印度嘅情感有沉冇？佢我嘢嘅所在哦，雖然環境唔好。生活哪咪講佢按落佢好高，啊唔過哦，心靈佢充實啊，又有時間可同家人聯絡。唔講真嘅呢，不可能又冇喺到你嘅身邊，冇想你哋哦。啊，咪上嘅會休假，咪上嘅回去100，回去安尼向下阿爸阿媽年紀佢大啊，回去看人嘅就佢聽啊。生意你今日睇啊，生意你今日尋男朋友嘅時間比尋日個多啊。雖然講容易奉啲父母恩，不過做一個好理行嘅阿爸，用泰國鼓勵自家嘅聲音，托班見書唔當行班離路。佢平常清泰嘅休閒，就係企定好多位休閒嘅啲總條地度留。泰國講，也總條地度嘅山路偏細，路老總高有動態嘅關係。其中人過於相信啊，你相信啊都同啊你咩個迷信差唔多嘅地步誒。啊，人也有一種嘅廟吼，都按照一夜廟。啊，人也有一種嘅廟吼，都按照一夜廟，一夜廟，嘅意思都係講吼，人嘅性命呢，會附身喺任何一個人嘅身上。我一下來年一這邊嚟總頭嘅，啊唔加計吼，講去一間廟，啊我都會留下嘢，我會喺度啲嘢，保庇人規個村民，啊人規莊嘅後生嘅，一按部之間，人都會潛土啲，加計去一間廟起來，嚟。跟住前面留下來後保護貴重嘅人，一日俾佢脫下，其他冇乜嘅，人有宗教，人哋印度教人嘅寬容性渣問題。像一地度，人家看到一個馬嘅神明啲喎。而一個神明吼，其實佢名叫飛機，
我那个出大七了吧？啊，其实吼，伊这个名言来讲过吼，印度高地队吼，你等于讲有9999的成员，你等于讲99999，你等于讲9亿多专门多，也就是一个心灵寄托啊，也就像讲啊，有拜有保庇。最简单一个宗教信仰，係拜買嘅都唔怕。像台灣買啊，台灣看到北宮，喺塞到塞到北宮，看到蘇陽蘇伊北宮。喺印度，無論信仰係乜嘅，宗教都係神化嘅一部分。泰國講，印度有算唔清嘅宗教字典。對印度人來講，宗教除咗提供信仰，咩強減當地重要嘅力頭。雖然基本以總頭地度啲嘅辦法通。不過泰國嘅健身教練談到另外來，出動嘅全部態勢熱情狀態。等一下就嚟去拜訪佢哋咯。印度開放以後，也經濟發展得幾急，所以這邊鄉下人，尤其係都市附近嘅鄉下人，攏變得幾有錢。啊，有錢，一塊都在希望嘅，也對最標準嘅經濟發展嘅那個狀態。喺到嘅附近地都係一戶人，喺鄉下也係講老爸爸媽媽做嚟嘅。規家人喺鄉下，也就係同台灣小家庭嘅制度冇共用。係，古種人講，基本上當然請嘅健身教練，佢哋咩全部嘅人全部都喺鄉下。係阿叔、阿伯、阿公、阿媽，全部啊，總歸喺鄉下。哇！呢隻都係。呢日嘅。係。哇！1、2、3、4層樓誒。一胎家人攏喺度喺入邊，祖孫4胎，啊，1、2、3、3兄弟攏喺度喺入邊。也係朋友 ，Hello，Namaskar。要叫你健身教練嗎？係，巴拉。你講乜個名？巴拉。巴拉。巴拉。My name is 大漢。大漢。Yeah。啲非常從事家庭觀念嘅印度，差唔多都係大家庭，家族嘅人動多，動鬧熱。碰到有外國朋友來拜訪，巴拉全部家人看起來就動歡喜，佢哋很特別準備嘅印度嘅美食，我嚟招待人。莫怪因啊，啲堂下打齋鼓冇聽數，南五分工動清楚嘅印度，南美人係天錯總得落去做下喲。依家準備要來示範嘅嘛？唔過佢依家嗰邊示範嘅方式全部都擺到喺天內當唔？係錯，正常人攏有人客來，人都坐喺天內，嗬，因為一冇人都會做嘅，啊人不時都會有幾多人客，所以他人都坐鄉下，哦，啊來人都有咩嘅都先咩嘅，也都人最標準嘅日常餐桌上嚟。你就坐下來吧。係。佢條示範冇分嘛，該講住人坐嘅地方。冇，前菜坐東西的。示範嘅時間講住人先坐，這樣搶人客。冇安尼規矩。但你這裡嘅時間已經有試過用數來示範嘅。而且講完，就這樣安尼。日日咧嗬，然後一場搬起來嗬，一個都等於用手嘅推進去。你看，而家啲筆，哦，屬於安尼，因為你一天咧安尼有嘛嗬，一天嘅角度，安尼唔錯，安尼唔錯。還有特別姿勢，安尼翹起來。唔咩？安尼唔錯，翹起來，安尼翹起來，先得純粹。其實用數亞班來是咩冇簡單嘅。印度哦，也感覺最真實，你同食物最接近，你最能感受溫度，都會用數。其實最強嘅嘛係用數，因為槍唔啲人數有槍冇槍，唔啲台灣用快些，啲快有4槍唔啲嘛，又用嘅化學東西嘛，唔啲。安尼有道理哦。以後變，以後辦，你記得咩用做數師呢？一般人哦唔會用做數師，甚至更嚴重嘅人哦，佢哋唔會用做數咁接東西，亦唔會用做數。而且睇到嘢新聞，係睇身邊都來研究，睇身邊看到用做數拿東西先。嚇死哦！可能一下冇按規定嚟念。聽聽時代嘅改變，印度人嘅想法已經唔會受到傳統嘅漢字很多。就從時代中落實嘅巴拉，跨越中心嘅漢字，現在做一個健身教練。泰國講，當地改變嘅印度，咪係印度上到幾個地方。一轉印度家庭嘅探訪，除咗本來承認印度家庭打破條牌刻板嘅印象，咪感受到印度人嘅熱情同溫馨。等等見來見去，基本上前鬧熱嘅法通就係雙重咧。一下人當聽。因為一下人要嚟參加印度人嘅婚禮。係啊，第一開始嗬，預計一結束開始，一下最鬧熱嘅所在對，係4月份比5月份嘅係，每日都參加，每日都參加。每日，咁參加嗰幾多場咧？
送北床有送北床，应该 TVB 台湾带点啊小礼物来送给那个新郎。好啊。依家特别嘅婚禮啊，佢哋可以包紅包嘛？你唔是，你就人包是安尼去參加人的婚禮吼，冇啲包紅包嘅，唔去等人看到啲嘅，咱們起碼都有意思。你看下，我會可以啦呀，這動腦嘢有冇？也都有可惜。鴉片的婚禮，然後台灣真經差動到，因為台灣就係嗰種，遇到嗰種傳統啊，又係伴奏啊，一特別見到咩伴奏係冇？你就係唔係伴奏，唔等你看到啲，你就是個流水席。貴重嘅人攏來，一上一直元宵嘅，呢個都係員工，big up，Hello，今日都係結婚，一等下會搬新婦。你們新郎啊？呢都叫咩新郎？哎呦，新郎搬在這邊，哇，結婚的時間就係做安尼嘛。冇，一等下會搬新婦，然後來分洋人客，等下正式咧就是一搬新婦。將一特別見到係肥膠圖嘛？我哋一個小金。是屬於迄個肥膏的，毋過演一道來，弄個安尼嘅佛膏的，所以難得我第一擺參加佛膏的婚禮，以前都參加肥膏的啦、印度膏的。唔管係哪一隻宗教，喺印度結婚就係鬧熱，越鬧熱越豐盛。連同3日嘅婚禮，對按不條開始，無論男女老嫩，都會天天舞起爆空，越壓越嗨。我想，就算唔會跳舞嘅人，依然係充滿歡喜、快樂嘅氣氛底度，身體咪會自家扭起來。新陽光嘅氣下，來分享韓卡本愛吃到像貴賓樣嘅，印度人嘅熱情，真經係超過人嘅想象。哦，你嘛前輩啦 ，Thank you。一個屁啦，原來嗰種薑黃的味道。薑黃嘅面線。哦，有啲係衝在3日嘅時間，磨蛋糕嗰種。有衝你意思，一結婚咯，一生人一100嘅事情咯。結婚本現場，也都係你，你可以隨搞嘅，也可以用到雞肉，也都係雞肉，啊，個都係演嘅，你講印度油飯啊，印度嘅油飯，我攞 biryani，啊夾雞肉我攞 chicken biryani，演平常是冇安好，演平常是咧好比較簡單，啊有冇肉，啊都飯夾料啊，都米飯夾料，當澎湃嘅，對人來講係當澎湃嘅。真見像泰國講嘅，一生結婚貴重唔同樂，我想唔單止係宗教。印度人嘅生、老、病、死都留大家見見。參加印度人嘅婚禮，有一種本意就來到見面嘅感覺，落溫暖。經過一暗部嘅鬧熱，落分享，本來想起人家所講嘅台灣清江嘅風景、興人。我想一句話，喺印度未係強用。其實聽聽人，讓真經來到印度嘅種下，我知道有咩東街也特別喜歡嘅，因為你看下咧。有些人都喺天空打球，其實一種環境一下啲嘅一種進步嘅國家，你講台灣好咧，一下狀況未看唔到係那個重點，真係本然一種很心曠神怡的感覺。其實我知道你真係當容易也特別環境，像陸豐啊，你是當然，喺講你冇人嚟講你做乜嘅生意吼，我知道你係做一片村長了，但是你過來就老人啊。冇啦，大部分咯，因為我嘅面咯，每個人嘅面，有啲可能係都啲啊，哦，有啲乜嘢，弄亮，因含我嘅名嘅呢，啊，其實弄認識你，冇乜嘅深交，啊，像啲啊講啊，有啲外國人啊，你奇妙啊你，就算你有很多嘅朋友，就是你像在這邊認識這麼多人，然後其實你高級下嘅身份，不過親密還係需要該不抗嘅嗰種。啊，當然，也所謂階段性嘅呢規劃啊。係冇可能一生人去印度啊，也是一個時間一個階段，哦，係需要一個投入，哦，所以嚟到印度，啊嘛一方面嘛都實現係後生嘅時間，一個夢想，係出嚟貴遠嘅所在。最重要一點，係感覺應該血統地對吼，生人對嗰種嘅天生流浪性格，係，因為一隻邊去，一隻邊去，一隻邊去。
结果重要的。按你做啲500多年，跟人家后生时期嘅梦想足够发位，到一下你很吃到很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走这个梦想。我预计差不多都来退休，退休唔好挨多岁退休，挨53岁，预期63岁退休10年。还有10年。预计还有10年。那你台湾的朋友在讨论这事情的时间你讲唔可能望我安快乐噶，我又好做我自家想要做的事情，又得快快乐乐做自家做的事情，不可能也有体谅，我家也伫下我要走，阿爸阿妹对我嘛过放心，所以身体健健康康，工作也过顺利，安尼都好呀，咁我们人生至此，夫复何求？武卡人嘅体谅，係達實對夢嘅人，千差化嘅願望，啲外國嘅夢想，睇唔清嘅沿途，老年老嘅送錢之間，泰國講人生係無停嘅起，老沙，平凡點就啲千里，佢懂感謝也愛，留武卡人嘅體諒，做啲 DIV 繼續探索一本上嘅書，離開嚟種下談呢，然後一本印度人驕傲嘅 Money City 孟買時期。每天定用泰國嘅解釋，繼續來讀印度一本睇唔清嘅書。